歡迎嚟到連結呢個頻道，我係張師奶。師奶閱閱讀充實心靈。肉體死亡之後，靈魂究竟會去邊？生死之間提供咗一個非常清晰嘅地圖。死後世界係一個有秩序、分工極之精細嘅能量世界，而有好多靈魂回歸嘅第一站就係療癒之地。啱啱經歷完大病離世嘅靈魂，咁樣描述呢個神秘嘅修復空間。你穿過隧道之後，去咗一個點樣嘅空間？呢度好舒服，好寧靜。我見到一個好靚嘅大花園，旁邊有啲好溫柔嘅光之傳友行過嚟迎接我。佢哋知道我啱啱喺地球經歷完一場好漫長、好痛苦嘅大病，肉體雖然冇咗，但係心靈嘅疲累仲喺度。佢哋點樣幫你療癒？佢哋帶我瞓喺一張用能量做嘅床上面，呢張床會散發一種我哋地球從未見過嘅頻率同特殊光線，好似溫水咁滲入我嘅靈體。我喺今世帶過嚟嘅所有恐懼、病痛記憶，全部喺度慢慢清洗緊。我覺得自己好似想好好瞓一覺。朵洛莉絲喺書入面解釋，療癒之地會因應靈魂嘅認知，化成佢哋最安心嘅模樣。有人見到嘅係花園，有人見到嘅係海灘，甚至有人見到嘅係一間好現代化嘅光之醫院。喺呢度，時間根本毫無意義，靈魂可能會沉睡地球時間嘅幾日，甚至係幾十年，直到所有創傷都被完全修復，佢哋先至會清醒過嚟。離開物質世界後，會有一個溫柔嘅地方，幫助撫平我哋今生留低嘅所有傷痕。